你好，5納米嘅晶片成為主力，晶片技術講求精細。5納米之後又到2納米，其實我都唔係咁清楚點解要咁精密。現階段嘅手機技術已經發展到可以輕易解決生活所需，AI 模型已經夠解答我哋生活嘅問題。現時主流嘅技術為5納米，處於高技術嘅代工廠可以賺取更多錢。其實我都幾欣賞台積電喺代工產業嘅成就，但基於政治考慮，我非要喺政治更震盪時，公司有更大嘅折讓情況下先會出手。我國嘅技術仍然落後，雖然呢一刻我哋竭盡所能去追趕，但能站上前列並不容易。但我仍然想中國有自主嘅技術，因此我哋仍然需要忍耐。慢一點並無不妥，最重要係讓中國企業能夠解決國家嘅需求。又好似中國有10幾億人，決唔能夠靠外國提供主糧。我哋需要牢牢掌握供應鏈嘅核心，否則我哋就要睇住人家嘅心情做事。